来看总统府规划讲，18拜3要邀请在野党的领袖来进行国安简报。总统会先致辞，率来来举行无要公开的国安全报，再个大家做伙来讨论。也毋过，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今仔就质疑讲，这亲像找在野党去听报告。国民党的立委是认为，这若亲像鸿门宴。另外总统早起嘛接见美国众议院国会台湾连线的访问团，嘛希望讲台美会当来深化合作。 甲美国众议院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贝拉小揽，总统热情地接见美国民主党议员访问团，高声感谢美国国会对台湾的坚定支持，也强调台湾会加速推动国防改革，深化台美安全合作。我也希望台美安全合作能够从军事采购迈向共同生产、共同研发伙伴关系，继续深化国防产业的交流合作。This is an important time. Not just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relationship, but all relationships around the world. When we look at conflict in Europe,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it is incumbent upon democracies to hold the peace in Asia. 老总统18会邀请在野的领袖进行国安简报，民众党16出面说明讲，强调15下晡总统府秘书长潘明安卡来沟通，但是府方规划头前的总统接见，敢若热情着总统致辞，后壁的国安全部甲综合讨论的阶段拢是关门，认为甲进前老总统宣誓的坦白真诚交换意见有争差。那如果会面又没有机会促成正向的交流？ 那是不是只剩下政治的算计跟角力？赖总统应该也要充分去尊重在野党的主席，要不要来参加？那我们当然是尊重，不要去一场鸿门宴呢，最后还惹了一身腥。 黄国昌强调会用上开放的态度，继续甲府方沟通，毋过无表态敢会出席国安简报。立委讲需要是向黄国昌发话讲，希望会当实行在野党领袖的责任，调野好好沟通。国民党方面，秘书长黄建庭15时表示，甲府方沟通了后，有得到正面的回复，强调党主席朱立伦正面看待。公司新闻采访报道。